生命中嘅逆境往往不請自來，或許係一份工作嘅失去，或許係一段關係嘅結束，又或許係健康嘅突然告急。呢啲時刻讓人措手不及，甚至感到絕望。然而，呢啲挑戰讓我哋有機會重新審視自己嘅人生，發現內在嘅力量。欣賞生命並非否認痛苦嘅存在，而係學會喺困境中保持一顆開放嘅心。當我哋接納生命必然有轉變嘅事實，就能明白困難係成長不可或缺嘅一部分。冇挑戰，人生將失去深度與意義。面對逆境嘅時候，樂觀態度係我哋最可靠嘅夥伴。呢個唔係天真地忽略問題，而係相信冇不可克服嘅困難。當我哋以積極態度面對挑戰，往往能夠發現原本被忽略嘅解決方案。錯誤同埋失敗唔再係終點，而係通往成功嘅道路。理性分析與解決問題嘅能力，幫助我哋喺情緒風暴中保持清醒。與其被情緒淹沒，不如冷靜落嚟，將大問題分解為小步驟，一步步向前邁進。呢種務實嘅態度，令我哋唔單止能夠渡過難關，仲能夠喺過程中提升自己，勇於承擔個人得失，接受轉變帶嚟嘅情緒反應，然後以理性尋找出路。呢個正係成熟面對生命嘅表現。生命匆匆，轉眼即逝。有人喺短暫嘅生命裏邊發光發熱，有人活咗一世，卻一事無成。其中嘅差別，往往唔在於遭遇嘅困難幾多，而在於面對困難嘅態度。與其抱怨命運不公道，不如把握每個當下，喺有限嘅日子裏邊做有意義嘅事。或許係幫助他人，或許係追求自己嘅夢想，又或許只係學會對身邊嘅美好心懷感激。欣賞生命，最終係學會接納佢嘅全部，光明與黑暗，歡笑與淚水。當我哋能夠以從容嘅態度面對人生嘅喜樂，真正領悟咗生命嘅價值。每一個挑戰都係磨礪靈魂嘅機會，每一次跌倒都係重新企起嘅時機。讓我哋以勇氣同智慧面對生命中嘅轉變，喺逆境中尋找成長嘅可能，喺有限中創造無限嘅價值。呢個就係欣賞生命嘅真諦。